今年咧個樓市咧就會係向好啦。最主要歸根結底啦，我做一個總結啦，都係多謝特朗普啦。如果冇特朗普咧，香港就唔會翻生咯。2024年香港被譽為國際金融中心嘅遺址，我諗2025年由遺址又變翻做天堂。拜邊個所賜咧？就係派特朗普啦。特朗普同拜登佢嘅政策咧就南轅北轍啦。拜登玩嘅就係團結五眼聯盟，團結歐美國家一齊圍堵中國。但係今日嘅特朗普，你睇到佢嘅政策同之前完全唔同。佢哋甚至無出賣朋友啦，打盟友嘅主意啦，咁打加拿大嘅主意啦，打格陵蘭嘅主意啦，希望咧將佢嘅版圖咧就係擴張，將加拿大變成佢其中一個省份，變成其中一個州，將格陵蘭變成佢另一個州，擴大佢嘅版圖，不惜咧就同歐盟咧就去反面，因為呢個政策上嘅改變咧，令到好多嘅資金咧由以前唔想嚟香港，變成咧分散風險，有部分咧就嚟咗去香港。而家講嘅就唔係講緊24年最流行嗰一句 ABC 啦 ，Anywhere but China， 即係話度度都投得，淨係唔可以投中國。現在最流行嗰一句咧就係叫做 Sell America， 出售美國。經過幾輪嘅減息咧，嗰個按揭利息咧係比以前係低。呢一個係對供樓人士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啦。2025年喺嗰個財政預算案裏面，陳茂波司長將400萬以下厘印費咧降低100蚊咧，令到嗰個成交咧就係增加。咁呢一個咧係對香港嗰個樓市咧係一個好大嘅支持度喺度，多咗人買樓啦，亦都令到嗰個貨尾係少咗。除此之外咧，最大嘅買家喺邊度嚟咧？最大嘅買家咧就係講緊內地啦。內地嘅客入市咧係有幾多咧？係講緊有成1379億喺2025年，比24年嘅1328億係多，因為係撤辣嘅關係。咁個伙數會有幾多咧？2024年係12190伙，2025年咧就13906伙。咁你唔好忘記啦，喺年頭嗰陣咧，3月之前咧個樓市咧仲係向落，買賣嗰個單價咧，2025年咧平均每一個買賣咧都仲係比24年係低。但係你會睇到啦，有一個轉角啦，現在好多嘅獲利盤咧就係講緊24年買或者係25年頭買，喺25年尾買或者係26年1月頭買嗰啲咧，好多係獲利咯。咁呢啲係扭轉咗以前咧喺跌市時候冇出現過嘅嘢。有啲人就話呢一個係一個叫做死貓彈啦，叫做小陽春啦。咁自己又睇就話呢一個未必會係死貓彈啦，因為始終咧都係揸錢嘅人話事啦。咁唔單單只係一啲細價樓多咗人買，而家連一啲叫做過億嘅物業咧，都有一個嘅叫做增幅喺度。咁你成日見到有好多過億嘅成交咧係多咗，24年只係得419億係一個億嘅成交，2025年咧突然之間已經係增長到去602億。咁你就知道咧，好多啲大孖沙啦，金融市場、股票市場賺到錢咧，就買一啲大價物業咧，就係去做成交。咁呢個就係過去即係前年咧睇唔到嘅嘢。咁大家對嗰個香港嘅經濟啦，嗰個信心咧就翻咗嚟。IPO 嗰個數量裏面咧，大家睇到而家仲有成350宗咧就排隊上市。咁以前24年去上市好困難，2025年就多咗咁多嘅項目，現在係可以揀項目。而家傳咧，中國嘅證監咧係喺300億以下咧，基本上咧就唔會考慮俾佢落嚟香港上市，因為香港已經係 overload，即係
太忙碌啦，你低市值嗰啲唔該你唔好落嚟香港上市。而家就係做到咁嘅現象，咁金融業暢旺嘅時候呢，就會令到成個香港市場翻生啦。嗰個消費市道呢，2025年嘅年尾呢，遠遠比24年呢係好多咯。大家好，我係 Cherry， 相信大家睇我哋嘅節目都係想加深對投資市場嘅了解。喺財富增值嘅路上，有專家同埋戰友一齊集思廣益。而家有一個隨時隨地可以傾投資嘅平台，就係 AA Stocks 旗下嘅 AA Cat 貓達人金融啦。入面有多位財經達人同埋我哋3位主持嘅 Chat Group， 每個 group 都有分享獨特嘅資產觀察清單，仲可以睇埋即時報價、財經新聞、圖表分析。交易港股、美股、日股同埋 A 股，社交加投資一個 Apps 滿足晒。而家只要加入我 Cherry 主理嘅車種自製盈富基金 Chat Group， 就可以同我交流各種嘅投資心得。我仲會優先幫各位 group 友喺節目入面問嘉賓問題添。仲未加入嘅話，即刻 scan 呢個 QR code download AA Cat Apps， 登記嘅時候輸入我嘅專屬推薦碼 KIV6NRN， 仲可以賺取額外嘅喵金幣獎賞添。想 follow 埋其他財經達人同埋主持，只要撳入去我的頁面，再撳雙鍵，將群組同埋清單加入換領車，然後撳右上角嘅換領車，完成換領程序，再撳翻右下角嘅交流頁面，就可以見到已經加入咗嘅群組㗎喇。所有嘅群組同埋清單都係免費兌換，而家就 scan QR code 加入我嘅 Chat Group 啦。